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。如果你香港嗰間公司係一個代收代支嘅角色，請問可唔可以做到呢個銀行嘅融資貸款呢？嗱，其實呢個答案咧就係唔得啦。因為咧，如果你做代收代支嘅話咧，你喺嗰個財務報表上面咧，一定係顯示你嘅生意額咧係零。咁個生意額顯示係零，又點樣去話俾銀行聽你嘅數據係需要借錢呢？係咪？咁係唔合理㗎嘛？係咪？但係咧有一個小技巧咧就可以提供俾大家去參考啦，就係將你代收代支嘅業務咧改為呢個貿易嘅業務，就唔係幫國內嗰間公司收錢，反而咧係幫國內嗰間公司咧係做呢個貿易嘅角色。咁你就可以將嗰個生意額咧就擺翻晒入去你香港嘅財務報表上面啦。一來咧可以慳到稅務嘅支出啦。二來咧，亦都可以同銀行度申請融資嘅喎。